可能係香港第一人，飛田新地店內授權拍攝。大阪100年歷史高級記樓，玩足120分鐘叫牛不叫雞，驚唔驚喜，意唔意外？今次要介紹一間位於飛田新地，車站行10分鐘左右。首先講一下一啲不明文規定，去食飯可以，但女性就唔好參觀大街。第二就係唔好攞電話出嚟，因為會以為你偷拍。就係呢間有100年歷史、由記樓變做賣料理嘅鋪頭，只要喺度食飯就可以免費參觀。職員喺每個地方都好詳細咁同我哋講解。以前呢度掛啲妓女嘅相，之後我哋去埋隔籬間房，呢度就係等待室，同而家嘅20分鐘相比，可能真係要等耐啲。天花板同橫梁啲裝飾都係用手畫。咁講到尾，呢間嘢都有100年歷史，都算叫保持得幾好。呢啲房就係以前嗰啲妓女住嘅地方，裝飾係一啲都唔馬虎。咁我哋終於講翻今日嘅主角。老老實實起初都有啲擔心，零想象可以喺飛田新地食咁靚和牛，你睇下碟菜都知誇張。俾你聽下聲，搵個牛脂開個鍋，燒下塊和牛，再落埋啲壽喜燒汁，睇到都覺得興奮啊！幾鬼靚啊！點啲蛋汁大啖大啖食，唔使講都知正啊！疏個樣囂張咗，日本小姐姐都話正。仲有焗蔬菜、魚生同埋前菜，最後我哋放埋啲菜落去，擺到滿都擺唔晒啊！落埋最後啲汁，煮埋最後啲牛佢，啲嘢索晒啲汁，好食到癲啊！竟然仲有烏冬，驚死你唔夠飽咁。當你以為食完個烏冬就完嘅時候，再俾埋個生果你。呢間嘢全部都係自己一間房，非常適合同朋友分享賽後報告。當你以為會好貴嘅時候，食足2個鐘都係15 yen 唔使。你哋食快餐16 yen，我食個 full set 都係15 yen，咁我就揀呢間啦。嗱，我已經幫你哋諗好，我睇下 JB 嗰條片話飛田新地有間嘢好正啊，咁咪可以攞正牌去食嘢咯。記住早一日預約，食完話俾我聽正唔正。太有事，下次再見。